这张是地震那晚我用爸爸的相机给他拍的。吃饭的时候还跟他说了很多我以后的打算，他当时就觉得小孩子们胡说八道。可是这10年，我当时说的那些都一一实现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还要体体面面的考到市里去，考到最好的学校。毕业了找一个好工作，赚大钱，买一套大房子，把你俩接过去享清福，做全世界最幸福的事，我太太。我不但会好好上学，我还要体体面面的考到市里去，考到最好的学校。等毕业我找一好工作，赚大钱，买一套大房子，把您老接过去享清福，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小老太太。臭贫子。